今日要读的圣经集是《箴言》第4章第20节到27节，《箴言》第4章第20节到27节。好，咱会当来看咱头前的投影片，咱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。我的囝，着注意听我的话，按耳孔听我所讲的。毋通互伊离开你的目睭，着记牢伫你的心内，因为找着伊的人就得着活命，搁通身躯得着勇健。你着尽力保守伊的心，为伊是活命的根源。你的嘴着拄去射撇。你的嘴唇着离开坏血，你的目睭着看一直，你的目睭着看头前，着收皮你的脚的路，着坚固你拢总的路途，毋通偏左偏右，着互你的脚离开歹。好，今日是咱圣乐队甲敬拜赞美团的纪念主日、关怀主日，咱请李忠胜长老来做今仔日的讲道。伊要讲的题目是诚实而不偏离，这应该用台语来讲，诚实无偏离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互我会当搁一摆来到遮来做伙分享，时间也经过了真紧。进入到8月份的时期，今日是圣歌队甲赞美团的关怀主日，那咱会当来做伙来学习诚实的重要。一个人的心思意念真重要，所谓相由心生。一个人的面相会形成来自于咱的内心，所以咱来保守咱家己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上帝是看重内心的上帝。伊看重咱的祈祷的真实，大过伊祈祷的形式。流利甲引用圣经的经文，上帝也看重咱服侍伫行动，内心甲动力大过伫结果。上帝看重咱是毋是遵行伫伊的道理，大过伫咱的世上的成就。伫跑走人生的过程当中，咱就要专心来仰望咱的主耶稣，伊是咱上终点的目标。咱要亲像保罗一样，来按照目标来向前直直来跑走，为着要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内面对顶面条来得的奖赏。咱若来遵守上帝旨意的时阵，伊就会为咱预备甲铺平头前的道路。因此，咱的目睭来向前观看，无偏离，无摇错，保守咱远离罪恶。当亚当夏娃伫伊甸园犯罪了后，基本上讲白贼就变成是人性的一部分。讲白贼是为着要保护家己的安全甲利益，这是以家己为中心、真自私的一种行为的模式。其实人会讲白贼，上大的原因是因为咱心内欠缺安全感。袂记哩，还佫有一位上帝，迄位创造咱的上帝，是一个有恩典、有怜悯、有慈爱的上帝。因为人袂记哩有上帝，所以就会想讲用白贼来保护咱家己，以及安全甲利益。但是咱得罪上帝，伤害别人，最后也为着家己带来罪的恶果。兄弟姊妹，咱知人爱生存，都爱食物件、啉水，以及有逐项的措施来保护咱家己伫逐方面的安全。
有真侪无明捌上帝的人来讲，讲白贼也是一种求生的本能，为着保护咱家己的安全，保护家己的利益，所产生出来的一种自我防备保护的机制。安尼的人真容易为着眼前的利益，甲心性等伫一边欺骗别人，搁当作欢喜，当作别人是真戆，未发觉犯罪事实甲家己欺骗的举动。对基督徒来讲，这种的行为是真愚戆的，因为等于甲上帝等一边，当作上帝毋知影，也未拄着处罚。但是实际上，无所不知、公义、搁慈爱的上帝，伊一定会感谢。求上帝帮助咱，因为相信上帝是公义、诚实的上帝，但信任伊，也愿意活出诚实的性命。咱今日所读的经文内面，爱记伫箴言内面的教示，因为义人得到性命的秘诀，是会当伫这中间来持守正道，全心全意全力来遵行上帝的路。爸甲囝的关系，性命影响性命。伫今年我也看了几部的那个串流平台的影片啦吼，有一部影片《八尺门的辩护人》，毋知这部有人看过无？伊即出戏内面也反映社会现实的无奈、犯罪的事实、性命权利的部分。剧情是咧讲到一个印尼籍的渔工，害死了阿美族村长的一家人，所演出这个族群甲死刑的复杂的关系。对伫死刑判断无绝对的赞成甲反对，颠倒是照着无共款的角度来带出无共款的价值观的辩证思考。什么是罪有应得？司法审判敢真正是纯粹无瑕吗？伫主角无预设立场，以质疑这个审判的背后是遐看袂到的双手来操控一切。究竟是判断是为着被害人，还是为着被告的存在？这出戏是即马搁当咧播啦吼，所以讲有兴趣的人其实会当看。搁有一出影片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。在这出戏内面，一开始是用一个新闻的方式来去表达这极大的诉求是啥物，也是甲咱讲。新闻的报道的主权意识，咱拢是用盲目的去相信讲，这个新闻的报道所讲的，也无去思考这一切是毋是真实的，去纠正的部分。诚实的另外一方面是讲白贼，其实讲白贼无分好歹之分，伊是一个超过法律甲道德的求生本能。搁另外一出戏。他与他的他这部戏里面，每一个受害者拢有可能在无意间当中变成一位加害者。加害者无的确也因为这个是受害者的部分，因为这个连结的错误来造成这个悲剧不断来扩大。有一寡代志也袂因为自我欺骗来消失，来产生一个错误的念头。也可能无意间当中就伤害了家己，也伤害了别人。过来，这出应该是真有名啦，吼，应该有真侪人看《华灯初上》。这出戏成为凶手的人，其实是意外杀人啦，吼。伊对伫家己过去无法度讨放，本正的内心拢有一个黑暗的部分。假使你伫别人的面前，拢是挺出笑面来。看会假面具，安尼你的黑暗会慢慢来产生。这黑暗总有一天
会甲咱吞食落去。当咱第一摆讲白贼欺骗人的时阵，大脑就会产生罪恶感，负面的情绪就会走出来，亏欠的心嘛就会走出来。但是骗久了后，罪恶感就会麻痹，就袂有亏欠的心。就亲像第一摆闻到迄个香水味的时阵，感觉即个香水味真高真香，但是闻久了后，就无迄个感觉去啊。煞只来分享伫过去公司的部分啦吼。伫过去伫公司的工作上顶面，也捌发生过诚实的问题。迄个时阵，加在啦吼，佫有参加伫 CPMC 的小组内面，拄啊好과长老甲随常长老伫这中间，伫遐来安慰、劝勉甲扶持。路过迄个时阵，伫上黑暗的时期。有一摆，因为同事的问题，伫我的工作上顶面的能力不足，我的主管来质问我，讲为什么这件代志你做了无好？但是伫我的工作职能顶面，这件代志其实是协调的部分，因为我是算总公司派去到分公司迄个所在，所以讲毋是我主要执行的工作，煞变做是我爱主要要来承担这个问题的人。所以伫甲主管讨论的中间，主管认为是讲我伫辩解，也做出处罚的决定，要甲我的职位来调离。迄当下我感觉真受伤，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后，我的主管搁一摆来找我讲话。即摆伊就较落冷啦吼，伊就讲伊是迄个时阵真生气，所讲的话有较重。但毋是讲有心要来调离开迄个所在，所以主管讲，伫整个过程的调查的结果出来了后，确实毋是你的问题，应该是爱是另外总公司的同事爱来执行才对。这个时阵，我的心内只有3个字：感谢主。伫整个过程的当中，专心来挖靠、信靠，借着上帝的话语来鼓励。互我会当搁一摆来安心继续来工课，会继续工作，到即马，也互我伫主管的心内会当看见讲，我依然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。虽然这位主管已经离开公司，也互我感觉是一位真可敬的主管。而且也要鼓励当地为着工作上拄着挑战的兄弟姊妹，就爱全然信靠、倚靠、甲相信。上帝就会安然来带领度过这个挑战。讲白菜是真正可怕，甲真惊的溜滑梯啦吼！一旦若开始溜落去了后，就挡袂掉啊。英国学家史宾塞讲了真好，因为做了歹代志，所以必须爱讲白菜。因为讲了白菜，就会毫不在意继续去做歹代志。伊是一个恶性的循环。这个世界要怎样按照公义、仁爱、平安、喜乐的上帝国来发展呢？英国作家萧伯纳伊看待诚实是上好的策略。这句话要安怎讲呢？伊讲咱必须先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诚实的世界，然后再当甲诚实。来甲咱的后一代讲，诚实的确是上好的策略。这句话的观点非常的现实。在一个无诚实的世界，讲白菜的人确实会得到占到便宜。但是咱也应该来反问，为什么在无诚实的环境内面，咱袂用个成做一个诚实的人？为则来改变这个无诚实的环境，咱不该等周围的环境拢变成做诚实的环境，然后才开始做一个诚实的人。出淤泥而不染，这是一个开始。甲裸露的环境变成是透明，会当看得清楚的，这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目标甲责任。对峙诚实是上好的策略，这句话。有一位叫做理查德·怀特利
的美国神学家，伊嘛有伊的家己的看法。伊讲，如果甲一个人甲诚实是上好的策略，即句话当作是目标，伊就毋是一位诚实的人。因为即句话是理想的观点，伊认为即个诚实应该是出自咱的内心，所以爱做一个诚实的人，首先就爱问心无愧，对咱家己的良心爱负责任。如果咱若甲诚实看作是成功，也是要得到利益的策略，无得靠咱的内心，其实毋是一个诚实的人。诚实应该是目标，毋是为着达到某一个目标的手段。咱常常用诚实是上好策略的即句话来规范警醒家己，也是用即句话来劝勉咱的后辈。即句话解释起来有三个定数：第一，诚实是上有效，是会当互人来得到上好的结果的策略；第二，诚实是上容易执行的策略，因为做代志只有一个原则，描述只有一个版本，所以做起代志来毋免伤脑筋。描述的是袂有空空，诚实来做是真简单的。第三，诚实是唯一伫任何的情形下，拢会当互你心安理得。坦然做事的策略是唯一无不管结果如何，拢会对得起家己，对得起别人，无亏欠、无后悔的策略。诚实来谨言慎行，远离歹代志，尤其是毋通讲白贼，因为迄会互咱的眼光以及咱的心内来偏离了正确的方向。咱应该有看过《人来了》这个故事。这个故事虽然简单，重要的是诚实，毋通讲白贼。因为一个无诚实的人是得袂到别人的信任，而且一个人无互信任，就敢若亲像活伫空虚的当中，并毋是真正活伫。另外一个就是有看过咱迄个小木偶的故事，一个诚实的人才会当活出一个人的模样，才会当活出上帝是咱的生命当中真实的意义。借着这两个故事来学习。伫美国总统林肯捌讲过：你会用的永远欺骗部分的人，你也会用的欺骗所有的人一段时间，但是你无可能欺骗所有的人。这句话甲诚实上好的策略，会当讲是对角。讲白贼是上歹的策略。第一，到了最后，讲白贼无可能互你得到想要爱的好结果。第二，讲白贼是执行起来非常辛苦的策略。有即句话讲，上安全的白贼话就是真实来讲。还有一句话讲，不管你是有偌聪明，会讲白贼，总是有一个比你更加聪明。第三，讲白贼是要互你的内心真痛苦、艰苦的策略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的嘴是毋是无受到约束？是毋是常常讲出无好的话？是毋是咱讲闲话比传福音搁较济、搁较热情？当咱用爱心讲诚实话的正经，是毋是有开时间来去关怀对方，为伊来祈祷咧？敢有伫言语顶面结识着我的兄弟姊妹，互人来跋倒？也求主帮助咱，甲咱的喙齿来利用，互咱的喙的言语、心内的意念是主所欢喜的。伫箴言第4章26到27节，讲着讲，
你行的路着受好平，你的道路就拢平坦好行。毋通偏左偏右，着互你的脚离开邪恶。是毋是咱有四正直直伫上帝的真理当中，也是伫咱伫顺境中着骄傲起来？认为这一切的成就，拢是凭着家己的能力来得到的。也求主帮助咱回顾过去的脚印，帮助咱伫将来所要行的每一脚步，拢会当来紧紧跟对主，无偏离，会当活出生命真正的美好、丰盛、富裕。不管世界变化如何，拢会当坦然无惧，站立得稳。因为属灵的新生灵来看待这一切。也感谢上帝照着主耶稣伫十字架顶所流出的宝血，来擦消咱一切的过犯。求主的圣灵也日日更新咱的心，帮助咱会当活出有上帝的灵意、真理和使命。搁一摆将咱的耳孔、目睭、心、喙齿、骹奉献伫主的手中。愿主保守咱，互咱每一天有一个警醒的心，注意灵命的成长、健康的状况，也互咱有活泼属灵的生命，互听咱的主来欢喜。今日是父亲节，也祝福伫咱在座每一位父亲，每一日拢平安，每一日拢有主的保守，每一日拢有主的看顾甲帮助。咱做阿头来祈祷，是阮的主，满心的感谢，感谢你的恩典保守带领，也感谢主你的话语，搁一摆将出阮的帮助。也恳求主你搁一摆保守看顾，伫阮每一日内面都会当来实践伫主你的话语，伫每一日内面拢有一个敬虔的心，互每一日的心拢会当来诚实。拢会当来行大，会当将这个福音来传出去，也求主保守伫咱，带领阮，祝福伫阮，互阮伫每一日当中，拢会当来紧紧轻佻瓦靠，来跟对主的脚印来学习，也求主保守带领，感谢主的恩典，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的圣主名，阿免。